先生の日本語教室。どうも大家好，我係 Peggy 先生，歡迎大家收聽我嘅全新 podcast 節目。呢度會收錄我每個星期嘅 YouTube Live 精華內容。如果各位同學都想同我傾下各種日本文化或者係學日文嘅話題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參與我哋逢星期二、四嘅 Live 直播。今次我哋傾嘅係呢個話題。另外有一個字呢，都係呢火車出事嘅時候都會成日見到嘅，個 katakana 寫住 dia， 跟住呢就有個亂字嘅 dia が亂れた，diaが亂れた。你見到呢個字呢，你又係知道呢架車呢又係出事唔開得噶啦。總之就搞亂咗佢個 schedule 啦。你見到個亂字啊嘛，係咪？咁呢，佢就有可能會遲嘅日文呢係遅れ，但遲還遲啊，你明唔明啊？遲都會開噶嘛，咁所以你見到遲呢都唔使太擔心嘅。問題係呢，如果你見到佢寫住運休呢，運休，咁啊可以翻屋企瞓覺啦。又係呢個運休就真係直情話俾你聽，我唔開啦今日 ，OK。所以呢，頭先嗰個中日運轉結合呢，某程度上即係運休。你明唔明啊？咁你就翻去休息啦。咁而運休呢，亦都分兩款噶喎。如果佢寫住全區間運休呢，就即係成個 area 都收皮啦。全區間運休。咁但係呢，如果佢係一部分嘅區間運休，咁你就要睇下佢邊個區域啦。仲有一樣嘢，好似我哋香港都會噶嘛，而家預告定個8號風啊、9號風啊咁樣噶嘛，係咪？日本呢，就係逢親有大型嘅颱風或者係大雪啊呢啲咁嘅自然災害嘅時候呢，為免啲列車啊因為咁而暫停啦，日本落少少雪都會停車嘅。預咗會落大雪或者預咗會落大雨嘅話呢，電車呢就會有計劃運休啊，即係預告定，我哋會停噶啦，都搞唔掂啊。計畫運休，咁呢個字就通常會出現喺新聞上面，即係可能新幹線會停啊，或者某啲班次火車會停啊咁樣啦。見到呢啲字呢，我諗你都要小心啲啦。逢星期二、四香港時間晚上10點半，我哋喺 Sensei 開 Live YouTube 直播一齊傾偈啊！またね。